更高的利润，不是吗？你受到这样的冷嘲热讽，或者是你真的在那样的过程当中也受挫了，你信心在动摇了，那样的过程当中，你的价值观、你的人格特质就是你最后一道防线。各位想想初衷这件事情，为什么我们要创业？你是真的只会提高很高的收入，想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你要成为当老板。很多上班族要成为老板，因为他觉得他的环境的那个老板不 OK， 然后有一个老板不够诚信，他们的老板不够照顾员工。那我们创业者就要有一个心永远放在心里面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的老板，你不喜欢你现在看到我们市场上的一些